嘛，几名？姑姑所以就好咧，我講開咧，我上課咧，送嘞，西門是抄，東西南北啦，乜解是抄？西門是抄的呀，東西南北乜解事情啊？都做的，來到課堂後呢，老師的搶高一下。老師，今天呢，我們找同學來到現場啊，我要先代表他們問一下，老師像你都太學地度啊，搞一個客家呢吼？那都對，我講客家話當做偷客家呢，還是說唔會講唔會談，也都可以嗎？每天有啲人多少會講，有啲人當會講，有啲人係完全唔會講。每天呢？完全唔會講，完全唔會談，家己上課做乜嘅？因為上課唔係全部講客，還係要當到嘅先生全部係叫你上課，冇呢一答問題。真的吼，那你按用公帶標準，觀眾朋友是有興趣，可是唔會談唔會講法，就比較敢跨出這一步了。對啦，對啦。可是老師，今天呢，我幫你找來的學生很厲害，都是高材生哦。家的話唔單止會談，還敢講都懂流量哦。係啊。人哋就來熟悉一下好嗎？冇問題。第一個就唱雨珍。大家好，我是雨珍，我是聯合大學客家語言傳播與研究所的2年級生，大家好。下來分享到我們的佩萱。大家好，我是池佩萱，我咧下係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系社會科學學呢4年生嘅學生誒。我係陶研楊文怡。分享。過來香婷。大家好，我是葉松婷，我是新竹人，然後在念國立聯合大學的客家語言與傳播所，現在是要升碩2。大家好了，妹，丁凱，你是學生的嗎？好好講哦。嗨，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丁凱哈。那現在攻讀屏東科技大學客家產業研究所2年級。我係屏東狗蘇尼。係啊，一方面係學生嘅，不過另外面係千3萬嘅工作嘅人吼，然後下來唔係學生嘅，不過係後生嘅先生，總結。大家好，我係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嘅吳仲凱。呢，分享都会是我们的嘉庆。大家好，我叫潘嘉庆，目前就读国立中央大学客家政治经济研究所，现在3年级。那我是台东人，也是个平埔族。你做我今日心中的后场还不错吧？等好。那兄阿姨可以谢谢，我们是请学长先来帮忙学弟妹先发言好了，好不好？好啊。先请丁凱，你有嘛個最近有發生嘛好高好料的嗎？其實雖然我已經在工作，但是能夠回到這個學校來學習哦，其實是蠻開心的一件事情。那就呼應這個主題的一開始，其實客研所並不是全部都是客家人在念的。好像我們班上同學就有快1半的同學是非客家的族群，對，大家就覺得很神奇啊，說，為什麼會來呢？其實他們說，剛好有朋友有念過這樣子，那所以他們口耳就聽到說，其實不用一定要是懂客家話或講客家話才可以來念客家所，所以他們就很勇敢的來報名。那其實對我們來講呢，班上有非客家族群的同學或夥伴一起在攻讀是蠻有趣的，因為在很多我們在討論既定印象的狀況下的時候呢，其實它會丟出了另外一個不同的角度的聲音，那在我們在自己在做學術研究的時候，其實會有更好的東西，更好的一個可以討論的方向。現在其實大家對客家所的感覺是非常不會那麼排斥了，其實我們在外面做田調
现在客家所的田调不只局限在客家的文化，有时候在截取别家不同族群文化的探索上也会有接触到。那其实在这个接触过程中，其他的伙伴或同学说，客家所看起来挺有趣的，不像想象中好像只被关在起来念客家话那种感觉。所以陆陆续续其实还蛮多朋友愿意来询问报考的资讯。过来佩萱，唔知你最近有乜嘅神奇嘅事情吗？我上讲就係個講課的廣播電台，現在要開，就是已經開播了，然後覺得這是最近就是客家消息以來，我覺得就是還蠻開心的事情，而且還看到就是以前認識的朋友，他現在在裡面主持，然後甚至我們就是客家系的同學，還想說畢業之後可不可以去那邊工作，哇，所以就覺得是還蠻開心的事情。要經營係一方面，而且呢，仲香港啲客家人嘅廣播電台已經成立嘅。那佩萱有都要幾度主持嗎？哦，沒有。下一版一天會有幾？劉上海啦，劉上海去做主持人啦，很快一天做得啦。一天做得。揸下來，老師你想一定要罵啥嘞？嘉慶。嘉慶。最近最有趣的事情是，昨天在跟我朋友跑步，然后走路聊天的时候，我跟我朋友聊到说，就是你就是我蛮喜欢吃客家美食的，就想问他说，那最近有什么好吃的客家美食，然后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甜点之类？他就说有好吃的客家美食跟客家汤圆啊，我就说那我有点想吃，下次介绍我去吃好不好？他就说不用啦，下次等到我哪一天来新竹之后。他会亲自做客家麻糬跟客家汤圆给我吃。哇！那其实我就很开心，就很期待说下一次到新竹的时候，可以去跟他讨教，然後去學習怎麼做麻糬跟湯圓。也忙識到哈，係嘛？先知道。忙識高嘛，對不對？還忙識到啦。其他人講超歡喜啊。不是，應該怎麼樣的嘛？1500醫生，你現在同班同學超點 Q 下醫生，邀着一起去這樣子。老師，可是我看嘉慶的反應有點怪怪的，你是不是聽不懂客家話？哦，對，我現在是在練習，就是在練習聽。那我自己也在打算，因為我自己其實因為我之後我要做論文，那要寫有關應用客語這邊的研究，所以我就會想說，趁着這個機會，因為我要做田野調查，就會想說來練習，就是去考4縣鄉的初級認證，然後來增進我自己對客語的理解。據說你要去報名嘅行業認證嘅4縣鄉啦，好，加油！中高級可是報名的哦。接下來來看湘婷哈。好，我最近也是跟有點像美食有關的，就是我大學同學他們要來新竹找我玩，但是還沒啦。然後我就想說，來新竹玩就是一定要去吃一下客家的美食，所以就有跟他們提。然後我想說，覺得峨眉那附近也有一些不錯的。原本是有想說就是家裡面可以做，可是後來想想還是去外面吃比較方便這樣。真見我到峨眉嘅特別有幾多好上人返鄉誒，真的詳細內容可以鎖定客家電視台。過來留學生鐘姐，最近有乜嘅歡喜嘅事情嗎？歡喜嘅事情啊，就我最近去嘅馬來西亞嘅沙巴去訪問啦，嗰片客家人青島講法同台灣嘅冇相樣哈。你想講台灣就講屙屎唔出就淹豬嘛哈，嗰沙巴客家人就講屙屎唔出就淹天罌啊。天罌，天奶天罌啊！哦，淹天罌。沙巴歸島客家人係啊，青米宇珍。最近的話是，我覺得還蠻開心，收到老師的小禮物，就是我們的客傳所教授送一堆客語專輯，然後那裡面有幾個歌手蠻喜歡的。那前陣子就是有主持節目，電台節目，就知道劉龍昌那些歌手，就覺得很開心。重顧啦哈。對啊，天下掉下來的禮物。這麼好，都有。拖客家口呢，又都在收禮物，這樣子是要收買更多人一起來拖客家口啊！嘿呀！好，同學們，你們手上都有拿着圈插牌，對不對？要讓你們稍微暖身、動身子一下，考大家哦。你要想想看哦，你們要哈，有的同學忙並腰嘛，對不對？還有鍾杰穎、周醒昌，老師可以請你問他們這個問題嗎？
老师，你深呼吸，你先准备啊，我让我讲最后好。老师设定好要给你们的问题啊，一下不爱可能不能那给我听。他说哈，请问同学们，你们身边的同学在毕业之后啊，包括你七嘎哦，还会再从事相关的客家工作吗？哎，老师有问题嘞，非常有问题。可能某堂生啊，大家都讲某样问题。嘉庆举差哎，为什么？可是你现在念客家系哎。对啊，所以以后应该不会从事客家相关的工作，对吗？好，来说明一下。就是我自己其实，在念研究所的过程中，其实念了很多文献、历史资料，有关于客家的故事啊、发展过程，还有相关研究所的研讨会、论文等等。那其实让我想到的是，其实客家其实我学习到的是很多有关于客家人怎么打拼的精神，不怕艰难的精神，然后肯努力创新，然后可以在就是能够在艰苦的环境里面，他还能够生存下来的那种精神，其实让我非常惊讶的。那这个精神其实也让我更加努力，希望说可以学习这样的精神去发挥在每个领域上。比方说我自己会跟我朋友聊学术研究的东西，或者是讲解一些法律概念的东西，或者是其实我在做事情的时候，有的人会提醒我，或者是提出比较多的一点批判跟检讨，那我也都会把它当做说，就是这些逆境，我会把它当成是一个在砥砺我成长我的一个能量。那就变成是说，以后如果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都要学习着客家人的当初先民来台，或者是他们在做任何客家的创业也好，工作也好，他们那个打拼不畏艰难，然后自我要求很高，要做就做到最好，那个精神是我觉得我以后一定要效仿着他，然后努力的去实践这个客家精神。了解，所以我第一个意思是讲，你受到客家了到研究，读到了到书，你会有好多一种进心，按了进心了态度係涵盖用到乜嘅事业、乜嘅工作就唔做的，不是一定要限定在客家。了解，異曲同工之妙。冇錯。按照沙下來潮來問真實嘅問題，好冇？講下啲假嘢啊。沒係真實的啦，太簡單，太輕鬆哎！剛才只是讓你們放輕鬆，因為呢，沙定下來要就會正義西門西草，我們要進入核心了，這個就比較嚴肅一點點了。老師，你老太敢問一下。沙定下來要就會正義西門西草，我們要進入核心了，這個就比較嚴肅一點點了。老師，你老太敢問一下。第一個問題，想我請問大家吼，遇到嘅客家嘅經驗，比如講做乜嘅委託客家學院國內冇少研究所。老師，咁你想要點乜生意呢？我請我嘅老朋友鐘杰老師來講下佢頭擺太學嘅經驗好啦。好。我太學時代啊，哈就嗰陣時台灣係目前有嗰種客家方面嘅社團，因為嗰種1994年左右哈，就全部係一種清概念嘅嗰種想法嘛哈，所以本土性嘅社團哈成立唔得啊。台灣太學算講台灣所客家所嗰種是算社團啦哈，就客家社原住民有原生帶啦哈，原生帶嗰個就台灣社，三個社團就算講突破學校嘅限制就來成立哈，就設計好一間嘅辦公室啦哈，就其實學校唔係本來嘅辦公室哈。就三個社團就成立啊，嗰個整體嘅社會嗰陣時唔係以鼓勵一種本土性嘅社團啊，嚇，睇人哋想講開始啊，從細類嘅法安尼嚇，就先開將來拓寬人哋嘅路啦嚇，就嗰陣時有參加青島社會運動啦嚇，像日本教育嘅改革啦嚇，還有美濃反水庫啦嚇，關西反嘅高樂湖球場啦嚇，我哋去參加青島社會運動去到青島嘅客家莊，
安尼就接触青岛嗰種是社會運動嘅行業嘛，就文化工作者哈。佢規個過程本人能成長青島啦，所以人能社團10個人後來都大部分從事客家方面嘅工作。總經唔記得講一件事情，大家可能唔知，你係哪一家學校乜嘅課呢？大學嘅？台灣大學嗰陣時是工商管理呢。睇我嘅同學校都見過難捱啦嚇，見出講捱係客家呢公關社，青少嘅內行出現都全部係投入客家社，嘅真係捱拖嘅呢啦，客家。挺有意思嘅經驗。真的，老師當然啊，總天后黑雅嘅老朋友，還有很多前面的跟我差不多年紀，都是我的妹妹，還有我們宇正嘅苗麗人呢。可是我很想知道，都帶這麼個暗黑上的人啊，而且還有人從大學開始就選擇讀客家系，都帶這麼個想要讀客家呢，都給想乜嘅？老師，我想說，我們就先來問問看宇正好了，就是一個機緣的黑嗎？是不是來念客家所是沒得念才念客家所？先澄清一下。因為我唔係畢業我就出家讀，我係有去工作，去做頭路嘅時間係讀總部級讀嘅後龍人啊，就是不是客家人，他講你懂少，有的他講你係唔會講客話。那在那邊工作之後就覺得說，就想要報考一下研究所，因為想要回苗栗，因為覺得遲早都要回苗栗，那早點回去好了，那就報考看看那個聯合大學，因為就在福開福區咩住在家裡，那就很省錢嘛，那就直接報看看咯。那時候人還在台中，所以第會不會上，就很幸運的就上了。其實我是上了之後，我才知道。這叫客家語言與傳播，我只知道客家文化這樣。那傳播，我覺得很遙遠呢，因為我頭擺大學時期，我係讀文創系，那不卡係做版呢，所以其實比較了解客家文化，不是很了解傳播。後面就讀了傳播，現在正在學拍紀錄片，就覺得一神奇哦。對啊，就這樣因緣機會，真的都是巧合，就這樣進來了。講起來，係誤打誤撞，咁樣樣。係啊，唔係冥冥中自有注定。也不是，就是信念啊。可是發現到啊，宇正剛才有講到一個重點哦，你都第度去過後發現到，原來不止客家，你現在也在學傳播，對不對？對。那件事情唐友還不錯哎，就不是只有我們想象中的刻板客家。同學嘅心情係點樣辦？我愛龍吉強勇。我大學的時候是在南部那邊念書，然後因為那邊的同學幾乎都是閩南人，那時候60幾個人，班上只有2個客家人，包含我在內，所以那時候老師他們就是會給我們一些跟客家相關的一些工作或是學校的一些訊息，然後我會跑到聯合，也是因為老師那時候有跟我提到，就是他們有一個跟客家和傳播有相關的一個系所，因為我那時候大學是念就是傳播，所以那時候就想說，那我考看看好了，但是就沒有想到一考我就上了，所以就是也是有點誤打誤撞，然後就進來這邊念這樣。你這樣要講清楚哦，很多老師會覺得很緊張，隨便一考就上，應該也是有困難度吧？還是有啊，還是有啦，我只是剛好就是巧合會跑到這邊而已。哦，對啊。可是上過後，你有感覺不一樣的學習嗎？有，就是會有感覺到比較不一樣的氛圍，因為其實我們所比較特別是，我們2個是最年輕的，然後其他都是比我們長一些的一些老一輩的人。然後上課的時候就覺得，其實跟這些老一輩的人上課，會可以跟他們學到，就是除了和客家文化有關，還有他們一些人生經驗。我們是秋來堂比你長一輩的同學，挺凱。Q 我是，其實我覺得客家所，我覺得可以跟其他系所不太一樣是。其他系所的平均年齡很像，大概就應屆或者是2、3年這樣。但是客家所真的很特別，是它可能會有應屆的，也有可能是已經社會上已經
完成了某些阶段，然后再回来做复习，再做文学上的这个学程上的进修的这种。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环境下，对我们年轻人来讲是学习到很多的哦，因为他们有很多人生的经验，在课堂上会不自觉的去流露出来。那我觉得会愿意再回到学校去学习的长者们的素质也都真的是非常好的。好，那我觉得那个是念客家所的额外的一个收获。那像我像我们班上就有个同学还蛮特别的，他是护理的。哦，那他现在的研究论文就在讲客庄的长照结构问题。就觉得这个老师也没有想长照的结构，就是说，因为现在如果大家知道说台湾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包括客庄，好老人家，像我们高树乡是6堆最长寿的一个乡哦，所以这个老人的结构的问题或是那个福利的问题是需要被去做的。既然有一个同学他去做长照这一块的研究跟统计，好，那相对来讲，这也是当初我们自己所上老师都没有想到会有学生会写这个东西。那因为他自己是护理的背景，他也在做居家的照顾，所以他就很注重说，客庄的那些比较老化的一些老人家，他们生活的作息，在没有年轻人的 support 下，他们必须怎么样去做规划？这就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议题。这像因为平常我是玩艺术的，我就没有想到这种比较人生实际面，有点跨领域的结合，对，但是对不对？老师们也没有想到说，收到这样的护理的学生，他能够做出这样子的一个研究跟方向。那我相信这不管在学术或者在实际执行上，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性。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客家所很多元的地方，真的大家要进去看看，就是有能力。前一批张迪个，迪度的买马东西啊。前一部的其实我就看一部嘅歌唱剧，基本上係唱歌，佢嘅主題就係高齡社會。有一些嚟唱而嘅專場，不過有老頭下講嘅長照嗬，同社會相關。啱啲而喊拜而嘅劇作，而不都會唔會有唱兒同學關係咩嘅主題？會慢慢的研究，對，慢慢做了解到，挺有意思。過來嘉慶好不好？好。是我其实会接触客家就是念客家研究所，一来是其实我本身对于政治经济学这个领域的东西很有兴趣，二来是接触客家的原因很好玩，就是我从小到大，我从台东念书，然后到高中毕业完升大学，才来北部就读大学跟研究所。其实我的生活周遭很多的客家人，然后其实他们的成绩真的就是很努力向学的那一种，然后也是我的好朋友。那再来就是我自己的家族里面也有人是成为客家人的配偶的女婿，是媳妇这样。对，是的。然后就变成是说，就很好奇，因为我自己曾经有在我阿姨家打工，就会想说，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会帮她整理修理东西啊，然后整理东西，就会才知道说客家人为什么会很舍不得把东西丢掉。然后我就会就觉得很好奇。然后就开始去想说，去了解说，为什么客家人会这么的想要保存一些曾经拥有的东西，然后很珍惜，就开启了我对于客家研究本身的就是兴趣。再来就是因为本身桃竹苗地区还有高屏，还有就是这些人都有我认识的朋友，那就会就变成是更进一步，就是有时候生活上就会想说，就是比方说跟吴老师聊天啊，我就说高雄有什么6堆有什么好吃的美食啊，或者是跟池佩轩聊天，就说那桃园啊新竹这边有没有好吃的东西呢？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就是累积我对于客家喜爱，所以我就开始就投入说，既然政治经济学是我喜好的，也同时客家也是我很想探究的族群议题，那我就投入到这个领域里面，然后看看说。去了解说这个族群的发展，然后这个族群在跟我的学科里面到底有哪些互动，所以就开始了客家政治经济的研究所生涯。嘉庆，你知道吗？你要怎么样能够更多了解客家最快速？交一个客家女朋友啊？你有交了吗？没有啊。你没有交客家女朋友？没有。好，你白读了。你应该要好好认识你的同学开始。
我的好朋友们就是真的都是很棒的客家女性。那其实我是当媒人啊，我是当媒人比较多，就是帮忙介绍我的客家朋友们。你可以认识一下钟杰老师啊，老师可以帮你牵线哦，好的。因为鼎凯刚才也有讲到，同学很多都不同年龄。老师可是都要懂中有一赛，一赛什么的，我讲从低度哦，其实呢，我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哦，佢当 TPA 佢对太后就开始偷牙嘅客家，这个真的让我很不解。第一，还讲佢高中开始就有这个梦想，想要成为一个客家的愤青，都带佢什么未来上班咧？我問佢啊，我啲中央大學按到也爭呢按到。客家語文佢社會科學呢，基本上係全部嘅語文學同個社會科學全部都啲喺度啊。培訓你嘅心情。其實我對國小嘅時節就學嘅鄉土課程就係講客家嘅時節，我老嘅客語老師就是很投緣。其實我對國小嘅時節就學嘅鄉土課程就係講客家嘅時節，我老嘅客語老師就是很投緣，所以就是會覺得這個老師就是特別的親切，然後覺得上他的課會特別的開心，然後也讓我對客語就是有一個很好的印象。然後在那之後，也借由這個老師，然後慢慢認識了一些客家這個領域的一些年輕人啊，或是一些老師。然後可是當時我並沒有想說要把客家當成是我未來要走的路。然後其實是到了高中，然後那時候學測申請，然後要填志願，然後我那時候就把這個填進去，可是就想說先填着，但是不一定會去讀。然後其實我當時的理想是說要當一個營養師，對，然後料理全家人的3餐，對，然後那時候我的夢想是這樣子，然後是剛好遇到了我阿姨，那時候在聚餐，然後阿姨就說，那你為什麼不是選客家這個呢？因為她知道我小時候也有學一些客家的曲藝之類的，然後她就說你為什麼不選這個？然後我就說，因為我覺得這個就是未來好像不知道要往什麼方向，就那時候還沒有很明確的路。如果是走客家這邊的話，他就說他覺得不會，他覺得客家就是一個還沒有發展完全的領域，就是如果你進去的話，其實你可以，如果你努力一點，其實是可以出頭的那一種。對，所以他就說其實為什麼就是不勇敢試試看一下？所以我後來就把志願序給對掉了，對，然後我就變成是客家系擺在前面，後來就進去就讀。那其實就讀之後，我也發現，就是他學的也不只是客家，然後還有學一些社會科學，而且其實社會科學的比例還蠻重的，所以我就覺得說，其實有很多方向可以走，包括我們系上就很多人是都走不一樣的，走行銷、走傳播，然後走公務人員，或是繼續攻讀研究所也都有。那到底像來到亞現場的校上，當然鐘杰老師客家話已經規章了。大家在學習客語的路程上，特別是我們前排年輕人，甚至是家境可以是托客家那個要來練習學客家話，這對你們來說有什麼困難度嗎？我來你客家話那麼好，我其實客家話有真的要訓練過。以前小時候阿嬷帶着我，然後阿嬷她其實有點客台語混着講。那因為那時候小時候我們在學語言的時候，其實並不知道它是客語跟閩南語，我就一起把它學下去了，就好哈耶。然後結果拿出來用的時候，最近開始要有做一些訪談，就發現那些不是，好那個字會一直跳躍。我想問說，大家是不是對跟客家結緣的關係都這麼開心啊？這樣子，你一定不開心。我覺得我還蠻特別，因為開始我其實沒有很喜歡這件事情，就是應該說我沒有認同這件事情，好，所以大家會覺得，我現在在忙很開心，但是那個轉化，我大概高中就從屏東離開到北部念書，對，那時候念台灣不錯的藝術學院，好的學校，好在那邊念這個東西。那我爸剛好也是客家的學術研究者，好，那
他回来就会跟我讲说，哎，你要去了解客家文化啊，你要去看看那个客家庄发生什么事情啊，干嘛干嘛的。问题是因为我觉得我每次回来我就是来放假的，请问同学放假你还想要去做这些什么，跟着他去跑？对，就是回来放假你还带我去这样子，所以其实去了那些刚开始还在大学时期的时候，其实去了现场也都是只是站着陪着，就是长辈一直这样子一直跟你讲，一直跟你讲。其实那时候真的有点叛逆期，就觉得我做这些我平常跳的这些东西跟这个搭不上关系的，完全不可能啊，这样子一直逃避很久，一直到了刚好遇到那个一个李龙峰老师，就是我现在的工作的团长，他给我一个机会说，那你来编创一个舞作跟客家有关系的。那时候我才重新去用我的角度去看客家这个事情。好，那也是我第一次结缘客家。那当然我觉得，如果跟我谈客家，我可能还不懂。但是如果谈艺术跟客家，我觉得那还可以接受。我就是用艺术的角度来看客家这件事情。那当然我要开始去摄取元素，摄取一些东西来加入到我的艺术的这个领域里面。从那开始我才重新去检视到客家，重新检视到我身的那个东西。那当然第一出作品就是很圆满的结束了。那我也觉得那时候我才觉得说我对客家真的是一知半解。那时候我才下定决心说，我下一个研究所一定要念客家所，去把我生命缺乏的那一块去补回来。所以现在其实变成我爸都不用 cue 我，自己都会去保客家的。现在我都 cue 我老婆说，老婆，我们去好像那个把他客家对那个好像在拜新丁哦，我们去看一下新丁记，他在拜把公哦，我们去把公那边看一下。那其实我们都不是刻意做学术，反而是我要去浸淫在这个客家的氛围里面，我重新再去诠释它。我觉得我这个转化是我自己觉得蛮特别，就是它并不一开始我是蛮排斥的，因为毕竟它一个是很乡土、很 local 的东西，跟我们当初在学现代舞很时尚、很尖锐、很 fashion 的那个年代，你叫我硬要把它挤在一起的时候，刚开始我还真的是挺排斥的。有时候太刻意的时候，反而你会排斥。可是当你自然的进入的时候，我请到原来你对这个也许可以再更深入的了解。有人举 Q 我，也有共发。香婷。我的客语其实不太好，就是因为小时候阿公阿婆他们就是不会要求我一定要用客语跟他们说，可是我就是可以听得懂一些基础的。然后加上我大学的时候在南部那边念书，所以我荒废了4年的时间，就是客语可能有点退步。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就是刚好研究所就考到这个，就想说那就透过这一次的机会，可以把以前常听的客语重拾回来，因为我觉得说。就是我都是客家的小孩子，可是我都不会用这些话，我就觉得好像会有点怪怪的，就好像不太可以。而且我爸爸跟我妈妈他们讲的客语是不同腔，一个是4线，一个是海陆，所以那时候我常常会把2个腔调混在一起，然后跟他们讲话。他们就说你可不可以干脆讲国语好了，因为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你把2个腔都混在一起，可以就是有这种机会去学还不错，但就是不是很好，会有点困难在。真的，而且承接着香婷的话下来的话，我觉得你们的圈插牌又要准备拿起来了。老师，当然你是老师，你先把你的答案留起来啊！你大家看到答案不能生气哦。好，请问现场同学，你们觉得学客语真的这种必要吗？请举圈插牌。你看老师，我问对问题了。你看，问题跑出来了。老师，单枪一个喜山讲，先讲圈的，好不好？你觉得好中前，你要说服他们都觉得没有这么必要哦。你不能讲太学术，因为你他是老师，想办法说服同学，中报该后哈嘎巴是必要嘞，还是你要出来讲？因为毕竟就客家文化地位都语言嘛，係真核心的东西啦。就講唔看設計做嘅外表看起來行業同其他族群冇乜特別的無共樣啦。語言係最特殊、最可以表示也係客家人嘅身份證啦。所以一個身份證冇辦法挑剔。不過其他嘅較後生，有沒有人要反駁總結一下？我覺得有哦，你們 Q 你。我其實不是反駁，我只是想要提供個新的方式。因為其實像現在
我们年轻人看到的世界是世界型的，哦，这是广播。那很多状态你一看就说啊，这叫做韩国 style， 这个叫做日本 style， 他们不用发出任何的声音，他们不用发出任何的语言，你就知道说这是 Japan， 这是 America， 这是这是 Korea。好，那我也希望说我们客家要去做到一个这样子的概念是，这是哈嘎，哦，这是我一直希望我们在提升的东西，它当然很漂亮，但是很清楚的被发现 ，This is Taiwan Hakka， 就是这个东西是我们希望在努力做的事情，所以当然它不是我觉得语言不是最重要，但是那个形象，哦，怎么样让它很明显，好，因为毕竟语言在传播上它还是有个隔阂在。我曾经看过电影，然后他就刚好讲了一句话：上帝当初为了怕人类爬到天上去，所以他把人类分了不同的语言跟颜色，所以就造成了分裂。所以我才说，我不是不赞同说语言不重要，但是什么那个东西一看是哈嘎，那个东西我们还没有，我们还没找到那个东西。怎么样让它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而且觉得很骄傲，而且那就是阿美坎，就是很多的地方会有这种标记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我更想去看到、去呈现那个。了解，就係文化象徵青島啦，對，語言就係特別都一隻啦，對，可能含有青島嘅文化象徵應該沒咁重要啦。而且其实我刚好有机会去了一趟，就是客家庄，哦，就是客家庄。那其实严格来讲，客家庄里面有很多的客家人，他讲的每一家、每一乡、每一庄，他其实口音都是其实不太相同的，哦，它还是有落差的。所以其实严格来讲，要统一起来一个语言，然后成为一个共通的一个东西，这个过程是真的有点辛苦。对，但是蓝衫，哦，这蓝衫这个衣服，这个服装样式是全部人都说这都是他们的阿公阿嬷穿过的，这是毋庸置疑的说这是他们的衣服。所以我觉得符号的一种象征，或是这种象征，是不是该更强烈的去 push 去呈现，去强烈的去呈出来，然后再来我们再去保留该保留的东西，譬如说语言、文化，然后习俗，哦，这东西再慢慢的去拉进来。但是如果大家好像都觉得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只保留下语言。其实非客家人要去进入到客家文化，好像好硬哦，好像要先打破这一个语言，才能进来。现在就是我们在外面推广的时候，感觉就是我听不懂啊，我都听不懂啊，所以他就不愿意走进这个框框里面来。那是不是等他进来了，我们再来教他听懂？对，就说桌子。就是我们在教他，不要一开始就都是他都听不懂，那他就真的很难走进这个大家庭里面。老师，我觉得这样子，我感觉起来有一件很有希望的事情在同学身上发生呢。因为呢，泰嘎跟木熊啊，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多了解客家，可是我们只是开的门不一样，然后某 Q 安也呢响应了安。也许这也是一种方式哦。係啊，那個同後生人投下中央舉叉叉牌的補充一下，有嗎？哦，來，於正等哈，嘉慶生，我先嗎？好的。那其实我自己就会觉得，那个客语没有必要那个差的意义在于说，其实很多国家的政策面，如果要直接实行说强制要让它成为一个标准或门槛的时候，它通常会造成一种灾难，就是因为我也要强制过这个。而不是真心喜欢这个东西，或者是对这个有兴趣或想了解，它就会变成是一种，因为我要过，所以我必须要才去学这个。我动机是完全不一样。像我为什么会对客家话那么有兴趣，是因为分享一下我高中的时候，因为我在家，因为就某几个传统的电视台，可是就很没有办法，就是觉得都 NBA 啊新闻台无聊死了，所以我就跑去看客家台的卡通，那就决定说，怎么会有只兔子好可爱啊，然后还讲客家话。然后我就为了想看这个卡通，就因为卡通着迷了，所以语言为了听懂，所以我就跟着听了。然后就变成是我自己就会开始慢慢的想要去了解说客家话在讲什么，然后兔子它表达东西跟对应到语言是什么，就开始慢慢弄清楚了。那再加上其实还有一个部分是我自己对于台湾的历史文化其实非常有兴趣的。所以我在看台湾的本身的400年史，或者是400年史的过程中，有看到族群的议题的时候，我常常会觉得，
我们其实历史借鉴过来，或者是语言借鉴过来，我们可能拿到现代来，应该要去思考说，反思说，是不是我们其实强行的用一个门槛或一个方式来界定，会不会它丧失了本身我们要有一个原始的动力跟驱使我们去想学这个东西，甚至是想踏进一步的那个力量或那个力道在，那就变成这样子的想法。所以你的意思是讲，语言的东西等好自然发生啦，唔好强迫人去学习，了解。宇珍，你的看法係？俺会吃懂，就是回复一下刚刚丁凯哥刚刚有讲的，我觉得那个课语这个东西不是很必然的，因为毕竟在整个全台湾来讲，我们真的是占少数。然后我一直在想说，为什么客家的传递会输闽南话？除了他们人比较多，再来就是主流的方面。因为客语很奇怪，我没有办法像我跟我的朋友们出去唱歌。闽南歌他们是闽南人就疯狂点，然后可是我要点客家歌，他们只帮我点什么客家本色，还有吃的为什么是这么 local 的一首歌？我喜欢的客家歌手也是有非常独立音乐那种 sense 很高的感觉，也有啊，像曾雅君那种，我就觉得。就会显得我们比较弱势，然后人家都给的既定印象就是客家话就会懂，就是勤俭持家，然后语言方面就只跟你学骂人的那些话，然后所以我就回到学客家话的话，因为我真的学不起来闽南的话，像有些客家人懂厉害，我觉得我们客家人是一个很厉害的民族。就是我们为了要生活适应，我们可以非常的很快速去融入他们。可是后龙岭，不行，他们就是要学，可能我们的音比较软，他们学不来，所以变成说，学客家话的话，我觉得闽南人比较难融入。那我们自己就是，除非我是现在在客家地区苗栗，我就会因为周遭都是客家话，我就会比较常用到这个语言，可是我到闽南地区，我就忘记，而且还要被他们笑强调。但是就因为这样，我觉得是要看什么地区啊。但你说必然吗？我觉得它没有很必然。但是如果你是当地人，我觉得当地人还是要继续传承下去，因为你周遭都讲客家话，那你们不是更应该就是要保留你自己的语言？传承真啊，就是因地制宜的意思啦，哈。我想哈，香婷补充之前哈，唐吉他欣赏不一样办讲。欣赏啊，唐吉他拍音都唔掉，而且给面出来了。对。中间一样办看。用板看啊。我机会啊。他刚才一直叹气。没因矛盾啊，就讲我刚才所讲的语言的标准必要性要都有东西啊。跟讲嘅方面都唔相同啊，就讲出身不同族群之间會有誤解啊，會有因為語言唔同，所以佢冇興趣去了解人嘅文化內涵嘅東西啦。就講關心嘅方面冇同樣啊，並唔係講嘅反對講要傳承客家話啦。只係冇同樣嘅路產業都要合成地都係。香婷，我其實想法是跟嘉倩有點像，就是就像不喜歡英文的人，你逼迫他英文也不會就是比較好。然後我後來會就是想要再去接觸客語這些東西，其實是因為受我同學影響，就是因為那時候在南部，然後他們就是可以很隨口的，就是用台語跟同學之間去做對話，所以那時候就是透過他們的關係，就是那時候會有種疑慮說，為什麼他們可以這樣？然後因為我從小就是在新竹嘛，客家莊的地方長大，所以去到那邊的時候，有時候就會有種就是被影響到，然後有一種疑惑感，不是很刻意，可是又是很自然的，就是有產生這種想法。所以有時候就想說，到底有沒有必要性？其實有時候還是會有一種就是猶豫這樣子。一早
问题個韓國嘅答案，問大家一隻當重要嘅消息。有班人講，你買注重田，茫茫注重人；你買注重行，茫茫注重山。看起來係冇一天啊。看起來。那我講每一隻問題好。形商其實啦，就是講老師，你讓他做形商咩？一定在學校裡面一定會懂家討論到客家那裡面就講到客家的源流，但是學生真的對於亞給我討論到客家嘅源流的時候，你們覺得這重要嗎？這真的需要感興趣嗎？我們先舉圈叉之後，再來看看同學們的意見，好不好？請舉圈叉牌。哎呀。這表示沒講。好，雨珍，本山老豆雨珍有冇清排四講法？我想到佢自家本自家講清道法。雨珍以前講過，都嘛做講一件事情，冇興趣咩做講冇重要咧。因為給來頭擺偷歷史的時期，該知道都冇帶到太多台灣本土歷史。那你突然，除非說我們的歷史有在增加，不然它不太會自己跑出來啊。就是你要特地去找那個文獻，你才會看到客家的源流啊。那或者是你住在客家當地，可是我們客家人、東東、苗栗人都出外了，他們就已經住在外面，他們沒有辦法像我們有很多資訊本土可以翻得到，包括客家歷史源流，我都是自己做研究，翻苗栗史志才得知的。有一些是歷史課本冇寫到的，所以我知道你問他重要嗎？你有沒有那些外地人，他們也沒有覺得很重要吧？就是已經搬出去了那個客家，所以其實我覺得還好啦。如果你不知道這些，也不是說一定啊。像我們是因為要做研究調查，所以我們必須要去了解。對啊，可是我自己的觀點哦，跟雨珍又比較不一樣。其實我覺得啊，我提供客家源流這件事情會重要誒，就像是我們爸爸媽媽講給頭班用的顯擺，讓我們能夠知道過去發生事，以至於我們可以立足在不同的他們為我們打的基礎上來發展我們另外一片天。而且呢，剛剛你都講回世界背後，你有學長已經開始揪夢迷蒙，聽不下去了啦。有沒有上面的學長要回應嗎？我舉個例子好了，就是我在交大那邊上有關於台灣歷史文化的這門課的時候，我其實才知道那個客家源流其實跟台灣的發展是有一個很特殊的關係的。比方說，為什麼當時候的人他會移民來台灣居住，其實也是因為當時候在中國的環境其實是不太好的，所以他們才會想要移動。如果我們用一個想象的方式去想當時的人為什麼會遷移的這個動機的話，其實是非常明顯的。那再來就是說，這個自己從了來台灣之後，會有分唐山族跟開台族嘛，這兩個就很好玩。就是說，我後來跟我朋友們來聊天才聊到說，有的人是因為都是比方說姓呂的就剛好是同樣都姓呂，那我們就拜吧，我們就結拜吧，我們就當做我們就是這邊的開基的人，然後就是這邊開始開始開發。那有的是因為我為了要不忘祖，所以我才要就是覺得說我必須要把中國這邊當時的祖先就是傳承下來，代代不忘。那總而言之，我的意思是說，其實它客家源流它跟什麼有關係？其實最有趣的是跟自己的家譜有關係。其實我自己去調我自己的家譜來看，雖然我是平埔族，也是因為我從家譜裡面才知道我是平埔族，但是那個爸媽之間的那個就是之間父母親在長曾祖父這一代的時候，你會慢慢看到，因為有籍貫，有當時的一些歷史發展，其實會慢慢可以開始對照說，它跟客家源流之間的關聯在哪裡，就開始有對話了。所以它就會變成是一個引領我們客家源流的這個了解，是引領我們說我們過去的先祖們到底怎麼來，然後從哪裡來，怎麼走，遷移如何遷移，然後如何落地生根，然後才到我們這一代。那變成是這個的意義。其實對於源流的了解上，我們從源流這個基礎上去了解我們存在的意義，其實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老師，剛你去知道重要冇？因為你都教同學很重要啊，同學又不知道到底重要在哪裡。你從馬街，你現在知道講重要冇咧？
係啊，就像頭下嘉晴講嘅，基本上我嘅看法老幾重要。因為到底人都對那未來一件事情，嗬，我因為兩隻重點應該分開來想啊，第一則係講，到底實際上你係到來未來也係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就係你問一隻問題嘅過程，你會去問，會去研究。會去實際上去調查，也係過程。我因為研究呢隻事情，嗬，一方面研究啲到底源頭喺到哪邊，第二就係研究花精神來去看嘅源頭，嘅過程係真重要啊。當像一條河壩，研究係河壩底部度嘅水，嘅水源頭對哪邊來，研究行到水源頭去看啊。一方面看到水源頭，一方面行嘅過程係真有意思啦。有時候就按樣來看一下問題。老師講嘅就係過程比一個結果更加重要嘅，就像睇自家一下行業嘅客家嘅口內地度，也許真嘅未必了嘅文憑一個能把我做客家條路，其實不是，而是我們享受過程，在認識客家、認識朋友的那個過程當中。係啊，係啊。老師講，今日新聞系草談到同學嘅聲音嘅，老師你要看你擺到搞好嘅時間做一些調整。係啊，客家話冇講完到，而家就講冇重要。而家係講客家話唔是不用多按條前，你文章來慢慢調整，自然發生。呢樣用哦，希望。好啦，咁今日呢，你嘅一個新聞系草，係講能把呢同學還有乜嘅問題嘅話帶到課堂上，請老師幫大家解決了。好，今日新聞系草差唔多就都要到尾了，下課了。做得下課咯。好，同學我們就下禮拜再見了，拜拜。